嗱，這個世間你喺度呢，思想小食家食埋了，作埋了，用埋了。嗱，但係我嘅見節，在呢個路加福音22節，耶穌講，佢講我講呢啲唔好少呢個身法，你愛食乜計，你唔好少呢身體作乜計，唔好少呢度嘅講。嗱，但係呢，因為呢個路加12:23節。按樣講到，因為到一個生命個重要，比一個食，比一個身體，比一個辛苦作嚟講。嗱，因為到要生，即家長能夠要食要受要飯，係你要食要作，你冇生跟冇用係冇呢？嗱，所以一個經節教白即家唔好瞓嘅到，你生命個重要。路加福音12:24節佢講，你看人家雕啊佢講，冇種冇耕種，但係天父還要處理嘅事，佢背嚟背去，隆重呢啲世間社會你生出嘅，要嘅嘅菜米，要各樣各樣本雕飾嘅，佢就係上帝準備將本呢個雕飾物，很講時間人類嘅講。上帝講，你透過呢個雕飾很多，有時咧講乜嘅？雕上帝很照顧，很講時間人類，佢好過要照顧。嗱，路加福音12:25節樣講到，係咪人少嘅嘅生命有增加本嘅水？佢講，嗱，所以呢個世間你少唔嚟意思，唔有增加本設加埋計。接下來講路加12:31，但係簽上帝嘅天結身，然後所以隆重嘅增加本設加嗱，所以而家先簽上帝天結身，先格上帝親密嚟相信嘅禱告，格上帝隆重嘅增加本設加，記得設加比雕有個上帝。雕上帝要照顧，還要準備將本嘅食嘅方面，還講是間人類，所以上帝交代簽天結，簽一個真理神，一個真理簽了，這個有個嘅親密嘅真理，能夠快樂們這個隆重嘅食啊、作啊，這個嘅身體用嘅啊，去增加本設加，上帝祝福大家，阿門。